今仔日要审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，有30外个身心障碍者的民间团体就到立法院来抗议，因批评伫修法进前，政府拢无先问过身心障碍者的想法，敢若考量到身障机构，呼吁政府伫重心和民间来协商，来定出符合身障者的法规。促进心理健康，请勿仓促修法。正10个身心障碍人士相约来到立法院表达因的心声，因为政府讲要通过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的部分条文草案，煞无问过因到底需要什么。没有我们的参与，却帮我们做了最大的这样的决定，做了修法的这样的一个动作，里面全部是以机构为主的法条。那我们的社区生活的希望，跟我们社区生活的权利到底在哪里？身障人士表示，这届讲要修正的新权法，拢是以机构为主，无考虑到使用者的权益。面对疫情解封，外籍看护暂时回国，真侪身心障碍人士一时间失去个人的自理，佮无亲人通照顾，基本的生活已经出问题。我们需要社区生活，我们需要个人助理，长照的居服必须要很充分的纳进去。我们的诉求就是希望不要这么快的仓促立法。面对身心障碍者的控诉，卫福部长出席立法院参加新权法条文审议的时，表示，伫2019年就有参身障团体讨论过，无可能伫还未讨论进前就直接修法通过。也有跟他们这个讨论跟协调过了所以可能时间是比较久了，那他们不太记得，还是记忆不是很清楚。那不会说没有跟这身障团体做讨论，然后就直接是修法要闯关。身障团体甲政府部门，个人拢有家己的讲法甲立场。针对身障人士的要求，双方也阁需要创造讨论的空间。记者麦上现场用水台北报道。